过去册上换药拢会使用传统纱布，爱定定换药空喙恢复较慢。即马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空喙护理不断精进。即马有依照高科技分子材料研发的敷料，会当有效调节空喙的湿度，为空喙提供良好的恢复环境。常用的敷料是纱布，那纱布它的缺点就是说，它容易吸附在伤口上面，造成换药时会有疼痛感。再加上说它可能需要天天换药，甚至说初期可能一天要换到2到3次。那我们这个现代敷料它的优点就是说，它有一个细胶的贴合面，它会比较换药时比较不会那么疼痛，然后可能它2到3天再换药一次就好了，因为它吸渗液的效果非常的好。我们今天这个的敷料是泡棉材质的敷料，对再加上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吸渗液的一个材质，那就是可以第一个有一些那个缓冲的感觉，第二个可以吸附更多渗液，造成病患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，然后伤口又有一定的湿润度，可以增加伤口的恢复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去年因为车祸受伤、跋倒、一般外伤送急诊的，总共有44万人次。为此，基美病院急诊部也引进这款现代敷料，为病人提供更方便、舒适而且有效的空喙照护。对啊，那在现今的社会，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，我是觉得应该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敷料这个东西，它其实对病人的伤口的舒适度跟恢复度都有一定的改善。目前现代敷料需要自行负担相关的费用，病患会当根据空喙的大小甲需求来选择是要使用现代敷料，也是传统纱布。医师表示，虽然现代敷料单次费用较悬，不过整体落来，甲传统外药所需的费用相比是差无偌济。台南新闻速快采访报道。